好，大家好，我係亞洲運動及體適能治療中心嘅註冊物理治療師阿 Ray。咁咧，唔知大家跑步嗰陣時有冇遇到以下呢兩個情況呢？第一個情況就係大髀掃大髀，第二個情況就係腳踭掃到個小腿。咁如果你有以下呢兩個情況咧，咁可能有兩個問題喎。第一就係你企喺度嗰隻腳嘅臀中肌唔夠力，第二咧就可能係你嘅脛骨外轉咗。咁如果你有以下呢兩個問題咧，你可以做兩個運動去幫你更正下。咁咧呢兩個運動咧，只需要三樣道具：第一，一幅牆；第二，一個 foam roller， 同埋第三，一張凳。咁第一個運動係幫我哋咧激活我哋臀中肌嘅訓練嘅。咁咧可以靠住幅牆，將個 foam roller擺喺個牆邊，然之後提高一隻腳，將個膝頭哥頂住個 foam roller，個人挺直。做嗰陣時咧，提起嗰隻腳，用力將個 foam roller壓去幅牆嗰度。咁呢個動作咧，你會感受到你嘅臀中肌同埋你個大髀四頭肌會發緊力嘅。咁可以幫我定住5秒，重複20下。咁第二個動作就係加強我哋嘅脛骨內轉。咁可以坐低，將個 foam roller向前夾住佢。如果大家屋企嗰啲有刺嘅話咧，就可以攞條毛巾包住佢。咁咧，然之後我哋提起我哋一隻腳嘅腳趾，然之後咧另一隻手擺喺你嘅內側嘅膕繩肌入面，然之後向內轉動我哋嘅腳趾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個脛骨應該會內轉咗噶啦。咁又可以定住5秒，重複20下。咁啊，祝你 PB 成功！